所以呢，要得道嘛都无容易的。但是呢，到了地方期呢，道就是讲火体使命得道。哦，这就是呢，咱为了祖师讲天盘，子孙父母讲道盘。所以咱若有求道的人，哦，就是呢，都是魅力的这个观赏。哦，祖师的宏慈，师尊、师母两位老大人的大德良恩，以及围绕前人的五大牺牲，前人负前人，还有讲师对后学的苦心栽培，以及各位前贤在道场上对后学的提携爱护，让后学呢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一堂的课程。后学今天要学习的题目呢是弥勒眷属的因缘嘛。那么当我们谈到弥勒佛的时候呢，我们脑海中第一个浮现的一个印象形象，就是总是笑口常开，那肚子大大的，那么也象征着弥勒佛呢，他是非常的慈悲，还有欢喜的一尊佛。那它更是一种精神的一个体现，那也是我们在这个白羊时代的一个指引我们修行的一个目标。那么当然，弥勒佛他不是出生一出生就是佛嘛，哦，那他也曾经跟我们一样身为人过，那在过往呢也留下了许多的事迹，以及他在人世间所遇到的一些修行的典故哦，让我们可以来学习。那么我们这一辈子可以有机会有这个机缘来接近善因缘求道呢，其实都是我们的弥勒祖师的宏愿。那弥勒祖师呢，弥勒佛他是以慈悲来度化众生，度一切的有缘人。那么这一份的慈悲哦，那他是不会分说不分贫贱富贵哦，我们每个人呢都有机会来皈依弥勒佛的教法。那么我们常听到说不是一家门不入一家门嘛，那这句话也是在时时刻刻的在提醒我们，今世这辈子有机会可以来到道场里面来修习来学习，那并非是偶然的，而是术士的因缘所累积所形成的。那么我们在这里是成为了弥勒祖师的眷属徒孙，那我们便是一家人哦。所以说我们今天作为弥勒祖师的眷属，我们对他了解了多少，对这一份因缘又知道了多少，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探讨。那其实每个